今日咧係國內嘅假期休市啊，簡稱內盤休市。黃金咧又同上一次長假期一樣啊，開盤之後急速下墜，完全冇留守啊。震盪咗一段時間嘅前期區間3340至3260咧，直接打穿，一路咧劈到落去3200附近咧，先企翻穩少少咋。成個歐亞盤咧都係持續走弱，完全冇反彈跡象。多單今日咧完全冇市場啊。技術點位分析啊，上方反壓3240、3243啊，呢度係前期支撐轉壓力位。今晚呢個位置咧，如果冇明顯突破咧，就說明市場仍然係處於弱勢，不宜揸倉噶。下方嘅測試區域啊，3180至3200。如果今晚尾盤走勢冇明顯好轉咧，就好有機會再測試3180至3200附近位置啦。今晚操作策略啊，建議保守為主。入市咧就喺3232至3242開空，止蝕咧就放喺3260以上，目標咧就喺3193至到3203啊。強烈建議啊，今晚唔好做多單啊。依家市況咧明顯係偏空，寧願跟勢走，都唔好搏反彈啊。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，感謝收看，聽日再見。